新营市太子宫自康熙2年坐大桥渡海来台，沿好马溪自月顶上花以后，奠基太子宫已经380多年的历史。主事路车、金车，也甲木车3名太子爷，配事福德正神、祝世娘娘等诸神。新营太子宫是全省服侍中大元帅太子爷的总庙，当地也因为太子爷伫遮奠基，民众伫遮延伸步社，才有太子宫的地名。每当旧历9月初9，中大元帅圣诞祭典，各地前来进香朝拜的人非常的多，锣鼓喧天，非常的闹热。100年延续到今仔日。依据庙方统计，单日进香团上济高达900团，过路神尊将近4000尊。太子宫的管理组织，自民国54年9月，太子宫进行会扩大组织为新营太子宫太子爷庙管理委员会，就以结合太子宫庄属性的力量，唤起在信徒对太子爷虔诚奉献的信仰力量，协助处理庙务以及为香客服务等事项。如今蔡公仪、何惠、李元志等主任委员，现任王宪章先生自民国79年接任主任委员的职务。由于王主委亲庙远虑，认真来带领太子宫朝向宗教、文化、观光寺庙发展，奠定新营太子宫伫宗教界的地位，所以受到信徒的拥戴，执掌庙务到现在。太子爷声威显赫，香火愈来愈旺，信徒渐渐扩大到海内外，各地伫遮分灵的庙宇非常的多，远长有限的空间，无法度来接纳太侪的香客以及朝拜活动的需求，所以依照太子爷的指示，伫原庙后壁边来兴建新宫。这么大的建庙工程，伫民国70年正式动工，由何惠先生来担任中建委员会主任委员。经过12年，伫民国81年完工，而且伫81年旧历12月初7，由主任委员王宪章先生主持，举行盛大的人参科7条复国建成亲照大典。自迄个时阵开始，宗教活动规模是愈来愈大。除了原有的香客之外，更加有足侪的宗教、文化、学术、观光团体，将本地纳入因进行宗教文化建筑观光活动的主要胜地。由于先民远见，对古庙情怀饮水思源的感情而来保留。古庙伫1999年，基于溯源新营地区开发史占重要地位，而且建筑古朴精致，得到政府的评定为县级的古迹。由于古庙庙体老旧，幸运得到政府伫92年全力来协助修建，庙体才会当以完整呈现古朴老建筑物的这个风貌。自此，太子宫不但为地方民众信仰的中心，也已经发展为兼具民俗、信仰、文化、观光等多面性影响力的宗教圣地。即马，我要为您介绍太子宫新宫现况。新宫正殿是一栋5开间、后山东大顶、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北方供电式5层楼的建筑。一楼正厅主事中坛元帅、罗车太子、金车太子、木车太子，同时福德正神、祝生娘娘，也甲随中坛元帅渡海来台的300多年的成就。3楼凌霄宝殿主事玉皇上帝，同时三官大帝。南斗星君、北斗星君，两边太岁厅，服侍今年太岁星君。5楼前殿、三清大宝殿，服侍三清道祖。5楼后殿、无极大宝殿，主事无极圣祖，同时文武法律主。层层分明，规划整齐。新疆建筑重视以外部石雕以及内装木雕。1楼正厅4点金内，包括4点金、新刊，拢采用台湾本土罗东红豆杉的材质，而且聘请本土的艺匠精工所雕，其余木雕也采用台杉的ヒノキ，将木雕刻而成。石雕部分是采用雞人觀音石为材质，同款聘请本土木师精工雕刻而成。所以本庙建筑足以代表60年代台湾艺匠的手艺。庙前的天公炉，炉身采用铜为材质，炉挂以天坛为顶，挂沿有100只倒吊的蝙蝠，代表天降百福伫遮，福佑于人。路边以盘梁代替炉耳，路面双叶雕梁，路骹三彩光炉，以免除火灾的发生。庙口正中大门地上有一大幅以石板水挂的大开莲花图样，除了以精致的艺术价值之外，也表示着罗车三太子莲花化身得以重生，完成法祖大业。伫phong神台上得封中坛元帅，2道样4角拢有如意，意思是到这来朝拜信徒，拢会当事事如意，富贵平安。太子宫内面所珍藏古文物有铜镜、香梨、香搭、秀彩、宣德炉、净炉、大小宝印，也甲宝剑等。太子社区宗教活动真多，所以带动地方兴盛繁荣。社区居民98%拢以太子宫为信仰中心。而社区上早的牛犁、车鼓店等艺定团队，拢是顺应太子宫的宗教活动为动机来助力。居民伫有闲的时阵，轻加练习，时常配合庙会活动来表演。自然而然，太子社区就成就为台南县上界有特色的民俗艺定观摩社区。社区内的民俗艺定团队经常受到邀请到外地表演，嘛捌伫台湾大学发现台南活动中较出名的道馆花城台大校园演出。台北灯会伫中正纪念堂广场来表演。所以社区甲庙的关系虽然名为两个组织，实在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太子宫不但提供社区居民活动的空间，对于社区各项的设备、会务、活动经费，拢提供相当有力的资源，造福地方。而且社区各种的这个团队能力
也随时来支援庙会所需要的人力资源。亲像巡守队支援乡旗交通指挥，也甲秩序安全维护；环保义工队支援太子宫周边的环境摒扫整理，营造太子宫庙周边公共景观的立美化以及清洁。因讲是太子宫的社区居民，拢以推动太子宫宗教文化观光事业发展，营造宗教文化观光社区为责任。太子社区发展协会基于成功结合地方资源，创造宗教社区的特色。在民国90年，得到内政部全国社区评鉴甲等的荣誉。今年为着要提升社区生活品质，而且落实文化推展的效能，由庙方为主导，积极来配合社区人力资源，推动生活环境总体改造工作。自幼陪阮成长、感情深厚的老树，因为环境的改变，必须得爱撤掉。太子爷自卑的心怀直接产生，冥冥中的安排。太子宫主事者的智慧，庄民的热心参与，自太宫派出所老青仔树移徙到庙后开始，抢救老树，互老树新生命的活动，就积极来展开，营造出一大片的花香树苑，不但美化社区，提升生活空间机能，更加因为移徙老树，无意中。移徙99丛架冬树，合名叫做重阳木，符合太子爷9月初9重阳节圣诞千秋日，创造了太子宫99家冬传奇，福荫万代子孙。因为新爷太子宫是全国唯一服侍中大元帅太子爷的古迹，所以社区积极来筹组红火轮文史工作室，希望结合对太子宫文史工作有兴趣的各界人士，透过系列的巡访、探讨、记录，重新找回在地文化的风采，让太子宫民俗宗教的信仰文化会当放出光彩为人物。新爷太子宫在王主任委员明智的领导下，做因伊宗教是信仰，是迷信，伊甲科学或者是学术研究，是毋是有存在着盲点？伫这其中是毋是有到这点？特别伫民国91年10月12、13两天，甲国立中山大学合办第一届罗车学术研讨会。会中邀集知名的专家学者共同来探讨。第一本罗车学术研讨论文集出版，新爷太子宫宗教信仰文化，从此摇升文化界，迈入学术文化的新里程。咱各位宗教界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新营太子宫太子爷庙的主任委员王宪章。这几年来太子爷庙结合着咱宗教界社区文化界甲这个学术团体共同来推动一寡具有意义的这个工作甲活动。过去咱寺庙一直讲是一个民间信仰即马咱以科学化甲即个学术单位做一个真具体的这个印证来结合咱社区这个居民，互因会当了解讲这毋是一个迷信，毋是单单一个民间的信仰，伊是真正互咱会当提升咱的心灵，会当讲，互咱社会会当一片祥和。但是讲今仔日咱拜神主要一个目的。讲起着这个
绿化这个代志啊，起因就是讲伫阮庄中有当古厝差不多200栋。那么这栋古厝因为拄啊道路要拓宽啦，有需要移刷。那么阮请示太主要讲了后伊同意来刷了这个庙后，同时看这个日子咱办香去来拜拜。要移刷这栋古厝，实在讲这是真大一个工程。咱用技术人员真大台吊车真侪人力来刷来这个庙后这个所在。那么这短300公尺，总共拄行了头6点钟现在行真久呢？因为这道路中间有电线，有需要维护有需要修剪所以讲到了有真久的这个时间。那么这段过程种了后已经发了一片真水这个树木出来。这个了后大家甲共同来想讲要来专门来绿化。那么绿化要栽什么树呢？就是讲甲太子爷有符合种树那么大家共同思考了咱无来种这个茄冬。既然咱要种茄冬呢，因为这茄冬伊的学名就是重阳木，重阳是99嘛吼，太子爷生日嘛9月初9，这当时大家拍破鼓掌讲我画得真好来种这个茄冬树那么要种这茄冬树，当时嘛想讲真早栽99丛这个茄冬。那么这茄冬这99丛要做找呢？所以讲当时拜托咱地方这义工啦吼，这委员伫咱环境内4个去走动，然后找有茄冬这老树咱拢去来拜访这住户互咧当来捐献互太子爷，但是真顺利咱便拜托解决捐献每一户都捐献出来。这个中间拄舞了2栋外，全部这茄冬种了后甲真已经有2栋外，这一真水一片的绿荫已经发挥这个功能出来。而且呢，咱对着庙的这个景观做了真大的改变。所以讲，这个中间咱嘛真感谢咱这义工大家斗下手。至于未来讲咱太子爷庙的发展要安怎去做呢？第一点就是讲咱会当配合这个政府的一寡政策会当讲对咱所有的经费拢同时吸收这个社会大众。所以讲，咱将来以公益、慈善教化方面去来推动一寡不良的这个风俗来净化咱这个人心。第二点就是讲咱结合社区的居民互阮对庙宇的参与感，互阮将来会当了解讲地方这间寺庙是真真正正对咱地方帮助非常大，互阮会当讲所有的心力来放入这庙宇。而且呢，咱嘛真侪义工包括巡守队对着庙会中间人因一直来整理这环境对着交通维护方面，咱巡守队尽了真大的这个力量来发挥这个功能出来。第三点就是讲咱将来太子庙是以向观光方面去来开发所以讲咱真欠了真济的这个土地将来咱会朝向这个购买土地方面去进行，将来咱会当来开辟一寡景观出来，咱这个游客有一个所在来这休闲将来这是开发太子庙上界重点的一个工作。以上感谢各位，谢谢。